舌头2个阿婶嘛，这个钱给我了。川流不息的客人一年四季不间断涌入台北西门町这家卤味店，为的就是这50几年不变的老味道。好美。油油亮亮的鸭翅已经卤到入色又入味，每天可以卖出上千只，最热门。还有这个形状很特别，就连港星刘德华来台都一定得要吃上一整袋的鸭舌头。有的香港客人刚来不知道，这个咬一口，他就把它丢了，说太可惜。这一根须要好几块钱，第一个先吃这个，肉质最多，一般这边先吃嘛。到时候最后吃完之后，这个须还得这个。所以我们这牙缝的作用是吃舌头用的，刚好把这个肉，这个肉质真的很香，这样就吃完剩下一小骨头。每口都不浪费，这是老板作为客家子弟所奉行的，而是一张知道好味道得来不易，要经过众人的努力。光是小小的工作区域，已经挤满好几名员工仔细整理食材。卤好的鸭舌头起锅了，现场香味扑鼻，因为卤汁可是加了15种中药。只是好几个大卤锅，也让厨房温度平均至少30几度。这么费工，当然不能浪费。当初接下卤味生意，谢家人也不忘加入客家风味。我们客家口味主要是蛮浓的，就是东西煮像酱油啦、酒料啦这一些，就是味道比较浓、比较重，口味比较重。当然现在不会很咸啦，不是重就是咸，就是各方面都加的蛮重的口味，所以大家吃起来口齿留香。不开分店，保持品质，不但有高雄人专程北上，更是许多国外旅游书里介绍的名店之一。很多观光客指名来买。是其他朋友去过，他说这个非常好，所以他们叫我来台湾的时间买一些东西翻去。不怕吃苦，坚持品质，还融入客家风情，才能维持50几年来令人津津乐道的好滋味。大卤锅里蕴藏50年的好味道，小店铺中融入永恒的客家情，川流不息的人潮，听到赞叹声，也找到我的感动时刻。